除了华航之外，其他的这个航空公司的机组员有没有确诊？你有掌握吗？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你自己看，这组员你好，接到了有组员确诊新冠肺炎，要隔离，那交通部完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因为我们对，那是哪一家航空公司啊？我知道不是华航，那你知不知道？我是要问你说你有没有掌握这件事情？这都已经发给好几千人呢。这个没有掌握到，这是现在就是两个后运的机组人员这样。好，那拜托你回去查清楚了，好不好？这样的事情，然后你主管机关你又完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这个是不应该的啊。那这个防疫会不会出现漏洞？那第二个就是问你说，那飞机地停的时候，停在这个地停的时候，有多少空服员跟机师以外的人会上机？社长你知道吗？现在有的那个没有啊，地停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清洁人员很多地勤人员会上机嘛。那我要问你，就是说，那这个部分有没有精确的去掌握？因为这台飞机下来之后有这么多这个上的人又上去，然后接触过，然后飞行员、机师，你现在就是已经有机师跟这个组员都已经有确诊的状况了啦。对他。当然，就是说，如果确诊，也知道哪一个，他们第一个啦，就是说，所有飞机地停的时候，它有它的是啊，防疫的标准作业程序会做嘛。所以你上去的人，我要提醒就是说，你上去的人也应该注意说这样的状况，好。